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继续咱顶回所讲的题目，就是这拆解智慧的第4讲。咱顶回是讲拒绝情欲的有效的第1讲。咱今日要继续这个题目。咱顶回分享的是比较较消极的方法，包含3项重点。唔知大家敢会记住吼？就讲咱要抵挡这情欲的诱惑。就是爱顺服真理，爱闪避伊，而且爱计算爱付出的代价。咱今日要继续对较积极的方向来拒绝这情欲的诱惑，要领受上帝话，进入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会当透过你的话讲做阮生命的帮衬，互阮。生命伫你的话引出来面，会当行伫你所喜爱正路顶面。求主亲自教阮三甲之地，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你话语的奥秘，照安尼去行，来得到利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咧讲即个爱家的智慧。咧讲这拒绝情欲的诱惑吼，可能咱在座有一寡人是单身吼，或者是要为进入婚姻，这拢袂要紧吼，咱会当照上帝话吼来领受，会当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如果咱有亲人有朋友，拄着类似的代志的时阵，咱嘛通透过上帝话。甲因做伙分享，所以这个信息其实是分享给大家吼。咱顶回我讲过，咱有讲拒绝情欲的诱惑，是兼顾咱家庭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就是意思是讲，有真侪家庭被破坏，其实就是因为情欲的诱惑。所以咱爱学习安怎去面对这情欲的诱惑。咱顶回讲较消极的方法，就是爱顺探真理，照上帝话来行。第二，就是爱闪避伊，毋通接近伊，毋通想讲我会当超越过这个诱惑，所以我毋惊，袂当安尼，咱爱闪避伊，而且爱计算。当咱陷入这情欲的诱惑的时阵，咱爱付出的代价是啥物？今日牧师要讲2点，这2点就是较积极性的。第一项就是要拒绝情欲的诱惑，其实上较重要就是培养家庭中间夫妇的感情。因为夫妇的感情若好，迄个撒旦就找无迄个空芳来攻击。其实咱来理解就是讲，会拄着情欲的诱惑其实伊的根源毋是在外在诱惑，都是内部出问题。内部感情就是已经无感情啊，所以伊就想要去对外面找感情。所以你若内部感情坚固，夫妇的感情真好，外在的引诱就无可能产生。所以咱就是爱先兼顾内部的这个感情的问题。根据这东海大学简春安博士的研究，伊的统计，讲台湾的所有的婚姻内底，毋是基督徒是所有的婚姻内底，只有10%，10%的夫妻是亲亲热热啦，就是真感情真好。40%是叫做不冷不热，无烧无冷，其他50%叫做水深火热，所以咱看这婚姻的问题，其实是真大的问题这个家庭拢拄着这款的问题兼且有人讲牧师你讲的这3项我拢毋是我无亲亲热热，我嘛无不冷不热，我嘛无水深火热，我是忽冷忽热
就这个歹去的忽冷忽热吼。但是无论你今仔日的婚姻的情形是安怎，我相信上帝话拢会当帮助咱去坚固咱的婚姻。首先咱先来读一段咱拄则无读的吼。这但是有若是出自箴言吼。即句箴言吼，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吼，咱一定要了解吼。伊讲智慧会当互你抵抗甜言蜜语吼，要引诱你的妇人人，即妇人人对家己的丈夫无忠实，袂记即家己神圣的约定吼。咱爱注意者吼，伊讲袂记即神圣的誓约吼，其实伫迄个现代台语译本是翻译做袂记即上帝的约袂记即上帝的约。伫遮提起着一个真重要的假释吼，婚姻是一件契约的代志，契约的行为吼，就是婚姻是一个甲人拍契约、立契约的代志吼。当一个人立契约了，伊就是爱去接受迄个契约的精神，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为什么咱基督徒拢会来到教会举行婚礼？咱的婚礼是一场礼拜，像咱昨昏就有举行婚礼，婚礼是一个礼拜，这礼拜中心是上帝，所以婚礼上较重要是安那？一对新人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誓约，所以牧师一定爱教导上帝话了，我一定会讲，恁已经听到上帝话。恁若心内甘愿，恁就用正手相牵来誓约。这是婚姻礼拜中间上界重要的一项，因为伊这对新人是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两个人要拍契约，通常拢是牧师来问两个问题，就是你要对你的另外一半忠心，你敢有确信你的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因拢讲愿意最近这几场的婚礼新人拢来我要求讲，牧师，阮除了你来我问以外阮阁想要对对方讲阮心内的誓约。我足赞成这因为是家己写的，是因心中所要讲的，讲出因对对方迄种心内的疼，讲出因对对方因要誓约的内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婚姻是一个契约的行为。当咱甲别人拍契约，咱就是爱照这契约的内容来执行。若无就爱处罚对无？一对新人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拍契约，因就是爱照约去三款待。教育去互相对待，因才会当领受祝福。若无，就爱处罚。处罚是啥物货？处罚就是因婚姻的破坏，就真艰苦。这上介大的处罚。所以牧师要用今日所读的经文，互大家三项提醒。这三项提醒是帮助咱去接受咱所讲的这个誓约。第一项就是爱忠实，咱拄则所读来讲，你爱啉家己水池内的水，啉家己井内的活水，这是犹太人的俗语意思是讲，上帝为咱匹配的另外一半，是上帝准备好的，会当互咱伫生命中间，互咱生存的迄个活水。咱知影一个人若无啉水可能无几工、3工了，这人伊就无活命。所以另外一半是上帝匹配互咱的生命会当存活落去的活水。所以咱爱伫咱的另外一半的身上找到爱情的满足，会当维持咱生命灵性的活命。这就是爱忠实。
我拄则讲过，婚姻是一个契约的行为嘛，所以咱真爱忠实去遵守契约内底的内容，爱照内容去行，而且会当领受祝福。要忠实的表现，就是安那爱专一。经文安尼讲，你的泉源敢会当满出外面，你的溪水敢毋通流伫街路顶面。独独你一人，袂通甲外人做伙用。咱知影，伫即个井内底的即个活水是真清、真甜、真甘甜的。但是你若满出去了，外面就有真侪土沙，得污染即个井水。河水嘛会相共，你若河水落去甲鸡饲，真侪垃圾的物件粪扫，染做伙了，这活水就垃圾去，咱就袂当去啉。所以这对咱讲咱即个水泉咱的爱情爱专一，袂当满出去。真侪疼拢会当分享。咱知影希腊文内底有4字疼嘛？无输我大概讲过。第一字是 philia，philia 这是友谊之疼，咱甲朋友中间的疼。第二叫 storge， 这 storge 就是亲人中间的疼。佫有一字是阿加佩，阿加佩是上帝对人无私的疼。这三个疼因拢会当分享。你甲别人做朋友，你会当甲足侪人做朋友，友谊的疼 philia。你迄个亲人的疼，你嘛会当分享。你会当听你的囝，听你的某，听你的亲人，听你的朋友。就是讲亲情，这亲人的疼，这当分享。上帝来的疼，佫愈会当分享。对上帝来的疼，咱即个无私的疼，会当甲别人分享。独独即个疼叫做 eros， 这 eros 这疼就是男女中间的爱情的疼。这唯一的要求就是安那专一，爱忠实。这种疼袂当甲别人分享，不可与外人共用。这种疼袂当，这种疼是自私的，是一种爱情的疼，是要求专一圣洁。所以这就是这个疼的要求。你要专一，就是你要学习一件代志，献身。中文翻译的圣经安尼翻译讲，你要对家己的某忠实、专实爱伊。所以美满的婚姻就是爱学习这个功课，就是专一的献身。要做到忠实甲专一，就是爱专一的献身。美满的婚姻就是爱有献身。献身的意思，卫生的意思，就是讲爱约制家己，爱限制家己，坚持到底。限制家己的自由。意思讲，当你对一个人讲我愿意的时阵，就是对其他的异性讲我无愿意。这样代志我要专一。我要对这个人完全献身，献身为身，互婚姻变成最伟大。所以这三项咱一定要记牢的：忠实、专一、献身。这是爱情、婚姻，坚固婚姻的是真重要的要素。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还常用去思考。咱到底敢有享受伫咱的婚姻中间？上帝互咱婚姻，主要是意爱咱伫婚姻中间会当得到幸福感，会当享受伫中间，毋是要互咱忍受啦，毋是要互咱忍受婚姻。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所以你爱掠家己的某做满足，爱甲你所娶的女子同享快乐，伊真可爱，亲像母的鹿，伊的摇脚，互你感觉喜乐；伊的爱情，互你常常恋慕。这个提醒咱，婚姻是上帝互咱一个祝福，
目的是互咱享受伫婚姻的生活中间，享受伫即个婚姻的快乐中间。一生上界幸福的代志，就是甲咱所疼的人，做伙到老，一世人陪伴。因为这是咱人生中间一个介要紧的关系啦，介久长的关系，咱会通甲咱所疼的人做伙到老，一直到有一天，上帝将你也是讲将伊接走，这关系较暂时结束，有一天搁伫天顶要相见面。彼得前书的作者嘛，安尼对咱讲，恁做丈夫的爱按照情理。甲你的某同大，因为伊比你较软弱，甲你做伙承受生命的恩的，所以爱敬重伊，安尼会互你的祈祷无阻碍。这彼得前书的作者伊提起了一个真重要的观念，讲你若甲你的另外一半上介亲密的人关系无好，你甲上帝关系嘛袂好，你的祈祷会受阻碍啊。意思讲，你连甲你上介亲密的人，都袂当维持好的关系，你是免甲上帝维持好的关系。所以咱一定爱尽力去维持夫妻中间的关系。夫妻中间的关系，毋是自然而然的关系的好，你爱经营，你爱付出。这是每一个夫妻拢爱了解。无讲自然对方就安尼永远听你，无可能。你爱经营，爱适当去制造一寡，人讲真心时刻，互对方感觉你真正疼伊，即款经营出来的婚姻才会美满，才会快乐，要自然而然产生。所以牧师有几项建议，咱今日其实无这个时间啦，牧师简单来建议几项。第一项就是，恁爱适当的沟通，一定要有沟通啊！现代一寡夫妻会产生问题，是因为真正无好的沟通，伫财务顶面、伫囡仔的教育顶面、伫价值观的顶面无沟通，现代人受到真侪代志捆绑，咱过去是受到电视媒体，我捌看一个资料讲，这是美国一个杂志所做的统计，讲一对夫妻一礼拜单独两个人讲话时间是28分钟，一礼拜却是开47点钟咧看电视，这是过去啦，即摆人较少咧看电视啊，即摆人拢看手机啊，手机若无砸出去赶紧个等于太太无砸出去不要紧，有人咧顾车比顾某较迄个细腻车若去磕着，安怎哇心疼，安尼艰苦足久太太伫安尼家扫，伫安尼流鼻水，根本都无去插伊所以互相关心是非常重要。要互相关心的第一步就是爱有沟通啊，爱有沟通其实我今仔有准备说沟通的方式啦但是咱今仔无时间通讲但是就是爱尽力去表达咱对对方的疼。咱伫还未结婚之前，咱常常去约会，讲话拢讲袂煞，讲规矩拢讲袂煞，结婚了反倒当这种甜蜜的时刻拢渐渐失去，所以这就一寡机会，安排一寡约会的时间，去做伙看电影，做伙去欣赏博物馆还是安怎，去欣赏一寡美术馆等等这些代志，去食好食的物件，做伙散步，做伙开讲，来维持咱家己婚姻的关系，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爱接触，有的人带做伙，但是拢无接触，咱爱做几项真重要的接触。第一项就是情绪上的接触，就是讲咱会当用一寡较感性关怀的话语来交谈，毋通例行公事的代志咧请安，毋是安尼，咱爱真正去
讲迄个话去感动着对方的心。可能你的另外一半工作的压力真大，为了家庭付出真济，伊的气力，咱会当适时表达咱对伊的关心，互伊的情绪会当去得到满足，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叫心理上的接触，就是迄个知识顶面的交流。咱可能甲你的另外一半学无共款的物件，譬如讲，我是学理工科学的，我的牧师娘是学音乐甲社工的，所以阮学的领域无共款，关心的物件可能无共款，会当互相沟通，牧师娘一寡较科学、理工的物件，伊毋捌的，可能会问我，我若知影，我就甲伊分享，我对一寡音乐。也是啥物社会科学的代志，我较无清楚，来请教，伊甲我分享，这种交流嘛是真好的一种彼此分享。无共款学习的领域，会当互相了解，这是真好的接触。身体顶面的接触，咱做夫妻，当有一寡亲密的动作，譬如讲，你爱想看你偌久无甲你的另外一半揽的。互伊感受到迄个疼，咱的人性本身就需要即款的接触，所以咱能利用单独的时间，两个人有一个较亲密的动作，这身体的接触嘛是人的需要，最后一项就是属灵的接触，常常做伙祈祷，常常做伙读圣经，彼此代祷，彼此祈求，这是夫妻中间上介好的一种接触，因为起做伫上帝中间的疼，是上介坚固的疼。最后一项就是提醒，就是爱互相欣赏。虽然世间无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嘛无一对夫妻是完美无欠缺，但是你也要去欣赏对方的优点，对这个优点咱来学乐，爱来感谢。比如讲咱的另外一半可能用这个心思煮一个真好的物件，互咱食，咱就来学乐出来，学乐几句安尼以后就好了，会通食，伊若拢无要讲以后拢无要煮互你食，所以毋通袂记这学乐，学乐会加强咱家庭的幸福感，互咱的家庭愈来愈好，总共一句啦。幸福的家庭是上帝真大的祝福，咱来去把握，咱来坚固咱的家庭，互咱的家庭得到上帝的祝福，咱也生活伫幸福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神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的话，互阮真大的帮助。求主帮助阮，互阮会当享受家庭的生活，享受夫妻的生活。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